近年去旅行咧，去到邊都見到韓國人。我發覺佢哋揀酒店咧真係有一手啊！今次去巴厘島度假咧，好推薦嘅一間5星級 resort Andaz，入邊大部分嘅遊客咧都係韓國、歐美同埋日本人為主，大部分咧都係家庭旅客。大堂前面嘅 lounge 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喺度免費飲嘢同埋食一啲小食。佢哋有 kids club 同埋兒童託管服務，仲有好多活動可以俾小朋友參與。2個人去住最基本嘅房型，包早餐嘅價錢咧就大約係2000幾蚊一晚。房間空間咧都算好大，一入嚟咧有個大型衣帽間，我覺得呢個去度假酒店好重要㗎。浴室同埋廁所咧係分開嘅，橢圓形浴缸好適合打卡，仲有沐浴球超貼心。行翻出去有個梳化茶几嘅休息區，當然張床都好夠大好舒服。mini bar 除咗酒精之外咧都係免費嘅，有 Nespresso 咖啡機，茶具都好有質感。大露台咧真係好吸引，打開門咧見到好舒服好寧靜嘅泳池。早餐係單點但係任食形式，有西餐同埋印尼 fusion 菜。試咗3日咧，覺得大部分嘅食物咧都係水準之上嘅。另外酒店入面咧一共有3間餐廳，中庭草地位自主餐廳咧除咗有活動之外，夜晚咧都會有啲唔同嘅戶外菜式安排㗎。沿住主餐廳行出去咧，就會見到通向泳池同埋沙灘嘅路，有兒童池啦同埋大池，都真係幾熱鬧㗎。靠近海邊咧，仲有一間海鮮餐廳，價錢偏貴，但係味道都唔錯。再向外睇翻佢哋嘅私人沙灘，雖然佢哋啲沙同埋海水嘅質素對比好多地方嚟講咧都唔算好，但係瞓喺沙灘凳嗰度 chill 下，同個千秋打下卡影相咧都幾好㗎。酒店嘅所在地區咧比較寧靜，但係又唔會唔方便喎。沿住佢哋嘅 beach walk 一直行咧，就可以去到佢哋最新嘅商場 Icon Bali。另外 Andaz 咧佢哋本身係 Hyatt Group 旗下嘅 resort， 連住旁邊嘅咧就係 Hyatt Regency， 所以咧可以共用埋佢哋嗰度大部分嘅公共設施。特別推薦咧一定要去埋佢哋嘅海龜保育區，同埋有機會咧試埋佢哋嗰個超正嘅 SPA 啦。